我係1986年行商嘅同學，1988年畢業就攞咗個商業文憑，好似好多師兄咁啦，就用咗5年嘅時間考到個會計師牌。我係 waiting list 啦 ，M Building 係我第一日返學上堂嘅地方。當時同學開咗學㗎啦已經，咁我第一日上堂咧，我原來要跑上一笪地方叫 LT， 咁我 LT 咁似粗口嘅，咁原來因為成個設計咧係夾咗2層㗎，上面有個門口，樓下有個門口。咁我跑到上樓上入咗去之後，最後一個同學入課室，好舒服嘅冷氣啦，好靜嘅課室啦，老師亦都咁靚仔嘅，咁年輕嘅，然之後可能開心啊！你知你係 waiting list 最後一個入嚟啊嘛，咁所以咧心情特別興奮。對學校嘅發展嚟講，呢棟大廈標誌着當日好多個前人嘅努力。我覺得我哋嘅起點就喺呢一度咯。學校由一間書院走到一間學院，去到個大學，喺香港一間民辦嘅係一班前輩，佢哋真係拎錢出嚟嘅喎。咁我哋作為受惠者好開心嘅，希望都翻到嚟見到呢笪地方，呢個意義歷史嘅意義大過實際嘅功能嘅。咁唔好睇小呢樣嘢，文化就係咁樣累積翻嚟啫嘛。非常支持，翻新好啊，可以令到佢啲同事喺度做嘢做得舒舒服服，唔使又漏水打風又驚幾百樣嘢。對好多舊嘅校友喺呢棟大廈都有好多好美麗嘅回憶㗎嘛。咁呢一棟可能就係成個 memory 嘅 memory corner。應該係咁，你拆咗佢翻嚟仲冇意思。你拆咗咧，我翻到嚟我都去咗。你係啊係啊。呢個學校一個留白位嚟嘅，我諗留 memory 啦，亦都可以係大家有 common experience 啊 ，common feelings 呢個好重要。聯繫住你哋咁多屆。係啦，咁呢棟咧又係成個場嘅中間喎。咁以前呢度差唔多必經之路嚟㗎嘛，咁啊又有睇住比賽。我嗰日聽校長講話將呢度裝修，我興奮過佢拆咗佢再起過嘅。你而家去翻啲哈佛大學啊嗰啲咧，佢哋有啲好舊嘅地方，一樓百幾年，嗰個係將來嘅 common area， 所以最後裝修完之後咧，翻嚟諗下點樣善用呢棟大廈仲好咧。請多多支持，請支持，請多支持，請多多支持，請各位多多支持我哋 M 座大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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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新籌款計劃。